来看台中最近发生两件交通事件，引起众人关注。一站是伫咧利用这民众行过路线，却互倒滑的货车撞落去，送到病院救无回来。另外一站是公车咧正向倒滑，险险去弄到这骑脚踏车的民众，而且伊个违规撞过红灯。虽然警方有甲因移送法办函开罚单，不过学者也是认为讲，这交通的观念爱对细汉就开始贴起。这个月初5下昼4点半27分，越南籍姓黄的驾驶驶货车准备倒滑，台中市台湾大道5段线直接弄到当咧过大路71岁姓杨的老大人，紧急送医了后，也是宣告死亡。姓杨的驾驶互警方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杨敏经送胡七同综合医院救治急救无效，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将阮男移请台中地检侦办。到伫同一天，一台中路客运公车经过南屯区南屯路精城路口的时，抢警划过双黄线到对方的车道，差一点弄到骑脚踏车的民众所落来去弄红灯，倒滑永春东路全程拢互民众收落来。警方表示，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相关7,200块的罚款，估计交通违规事件，客运业者会讲会对驾驶记过处分。该公车逆向闯红灯，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3款第53条第1项，最高分别处新台币5400元及1800元罚锾，并分别记1点及3点。我们这样看录影带，确实他有违规的行为在发生嘛。以违反行车安全规定，我们记大过处分之外，当然还有所谓的罚则的部分。交通法则受罚加重，但不过驾驶人无让行人的状况也是继续发生。学者认为，法规各方面拢真完备，问题出伫交通观念教育无拍基础，应该为各小的编辑教材临时化考核。很多东西都是在驾驶者本身的那个驾驶习惯上，像欧洲有些国家甚至于日本从小学就开始了。我们小学只是一些基本的口号，但是要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，交通是一种公共事务，大家都要守规则。台中市交通局强调，公车违规案件会请业者加强驾驶员教育训练，若所属驾驶定违规个情形虐待，会导致公车偏减影响业者，扣减补贴款。记者周卡报道。